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迹。我们昨天才说过，引用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2节。我们也提到了耶稣基督，他谈到这个神迹的事情。经文里面耶稣这样说：这时代的人多么的邪恶啊，多么的不忠啊！你们竟要求我显神迹？不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，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。约拿曾经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，人子也要在地的深处3天3夜。在审判的日子，尼尼微人要站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的人，因为他们听见约拿的宣道，就弃邪归正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有比约拿更重大的事呢。在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要站起来控告你们这一代的人，因为她长途跋涉来到所罗门王来听他的智慧的话。我告诉你，这里有比所罗门更重大的事呢。接着耶稣基督在讲神迹的教导，我们对于神迹有几个需要了解，还有应该有的态度。第一个，神迹到底是什么？其实神迹说穿了就是上帝的主权，没有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神明能够代替的。第二个就是恩典。神迹是上帝赐给世人的一个恩典。神迹是因为人的需要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所以赐给了那一些需要的人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。第三，耶稣为什么反对？其实耶稣基督他并不是反对神迹，只不过是许多人，那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士，他们只追求神迹，却不是真心的寻求上帝。这才是耶稣基督提出批判的一个原因。第四个，神迹不是麻醉剂。许多人将神迹这件事情当成麻醉剂或是安眠药，好像过了时间，过了药效，就还要再来一次，再一次的沉浸在神迹的这个观感当中，却不是透过或是借着神迹来使自己的灵性得以成长。他们似乎把神迹当成一种麻醉剂或是迷幻药，还要再来一次，还要再来一次。第五，约拿书的神迹，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非常清楚的说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，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。这个神迹应该是聚焦在约拿在鱼的肚子当中3天3夜的记载。因为后来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呢，上帝就把将
叫鱼把这个约拿从肚子里面吐出来，让原本应该要死在鱼腹当中的约拿，却因为上帝的权柄而得到重生，或者我们应该更明白的说，是复活了。这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死后3天复活的神迹。因为耶稣基督他也说，现在还有比这事更重要、更伟大的事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约拿本身不是神迹，而是那3天复活的这件事，是上帝的权柄的这件事情。第6个神迹，除了预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种约拿3天3夜在鱼腹死亡经历后复活的事件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是神迹的呢？根据约拿书第3章的记载，当约拿他到了尼尼微城去宣讲上帝的惩罚的预言之后，尼尼微城全城从王下到庶民，从人到全部的牲畜，他们都撒灰披麻，来代表心里面深层的悔改之意。因此我们也看到他们就得到上帝的赦免。人的心被改变，生命被改变，其实就是神迹。而他们这些人并不是纯粹在追求神迹来的，就在上帝的怜悯赦罪的恩典神迹之下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些人是比圣经当中的法利赛人还有经学士更值得我们称赞，不是吗？我们来看看改变那个约拿生命的事情。除了昨天我们提到的这种大风浪的阻挡之外，那在渔夫当中死亡的经历，也让约拿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改变了他的想法。圣经记载说，约拿在鱼的肚子里向上主他的上帝祷告。他说：大上主啊，我在遭难的时候呼求你，你回答了我，我从阴间的深处向你求助，你垂听了我的祈求，你把我抛进深海，到了海的最深处，大水包围着我，你的洪涛巨浪漫过我，我想我已经从你面前被赶走，再也看不到你的圣殿。大水淹没我，窒息我，大洋完全覆盖着我，海草缠住我的头，我下到群山的根基，来到门窗永远锁着的地方。但上主我的上帝啊，你从阴间的深处把我救出来。当我感到自己的命快溜走的时候，上主啊，我向你祈求。你在圣殿里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拜那无义偶像的人已经放弃了对你的忠信，但是我要歌颂你，我要向你献上生祭，偿还一切所许的愿。救恩只有从上主而来。我们除了可以引用这个
成语不见棺材不流泪来形容此时此刻的约拿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引用说，哎呦，死里求生。但是其实更重要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约拿并不如同经学士和法利赛人向耶稣基督求说，老师啊，让我们希望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啊。约拿反而以肯定的信心来祈求赞美上帝，并且他决志要偿还一切所许的遗愿。约拿他自己还告白说，救恩只有从上帝而来。他的改变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神迹，而那个怜悯的上帝也赐给他经历一个最奇妙的神迹，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恩典。也如同腓立比书第2章的记载，耶稣基督他谦卑自死，因此上帝高升他，以复活来提升他，成为复活神迹的主角。圣经记载说，后来上主命令那条大鱼把约拿吐在沙滩上，大鱼就照做了。诗篇114篇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雅各的子孙一离开异族的土地，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，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。红海一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群山像公羊跳跃，丘陵也像羔羊蹦跳。红海啊，你为什么奔逃？约旦河啊，你为什么倒流？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？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？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震动。他使磐石变为池塘，使岩石涌出泉水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复活的盼望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光是求神迹，而是求生命的改变，得到永恒的救恩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